继续来看台中的鱼市场推广着台湾的国产鱼，结合着餐厅以五仔鱼、龙胆石斑甲鲈鱼为食材来做精美的料理，鼓励民众到鱼市场来买上介新鲜的鱼仔，到餐厅来食鱼仔料理，来照顾着台湾的养殖渔业。 导致真够主食，伊来做五鱼料理，互大家看，互大家当食出五鱼清甜滋味。龙胆石斑它的皮的这个部分胶质很厚，那它可以把我们的酱汁吸下来，所以它很适合做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呈现。不管是会烤的五鱼，或者是三杯龙胆石斑，现场实在是有够香。台中鱼市场讲，台湾市的鱼啊，亲像五鱼、龙胆石斑含鲈鱼，过去主要外销到大陆，不过即马国内嘛大大推广。 那想说我们国产鱼这么好，那刚好又碰到需要行销的时候。台中鱼市场强调，因会先把鱼仔处理好势，再个冷冻包装摕来卖，要吹要煎拢真好食。那惊麻烦，会当直接去餐厅食创意鱼料理，做用行动来支持国产鱼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